在地上大条，咱要来看彰化的八卦山，是咱台湾真出名的景点。不过，伫彰化县旗花边啊，也就是八卦山牌楼的这个路口，是彰化上常发生车祸的所在。公路局之前有派人去遐会勘，有真侪专家甲学者拢建议讲，都要甲迄个牌楼拆掉，才会当改善交通的问题。不过，文化局是认为讲，这个牌楼对彰化在地人来讲有足深的感情，所以就尾手也是决定无要拆掉。道路口请真侪护军，除了彰化县府、彰化县议会这政府机关，也有八卦山大埔风景区、彰化孔庙这观光的景点，所以县议会边仔的八卦山牌楼大路口，平常时车流就真多，也不时会发生车祸。交通部公路局进行会勘时，有交通业者建议，把这个牌楼拆掉，改善交通，未少民众认为讲无必要。因为毕竟也是跟了彰化一段时间了，所以要拆也是有感情的。我常常来家，感觉这是一个指标，不错吧？根据交通部道安资料统计，彰化市中山路二段、孔门路甲东面街口，长期拢是彰化县10大事故路口的第一名。前2年发生69件车祸，89人受伤。今年1月到3月已经发生13件车祸，造成1死16伤。有学者分析原因，包含牌楼造成这路的较滑，影响行车的动线甲汽车分流，也较有看袂到的所在，影响这个行车的动线。不过因为八卦山牌楼有文化保存甲民众情感的意义，公路局无甲拆除牌楼列入改善的方案内底。因为牌楼有当地的历史纪念价值意义嘛，所以那时候还没有考虑到这部分呢。很多的乡亲其实都对它是非常有一些深刻的印象，也是我们进入到彰化八卦山很重要的一个入口意象了。彰化县文化局讲，八卦山牌楼1964年完工，到即阵一共有1架子，是除了大埔以外，彰化另外一个代表地标，就伫国家文化记忆库内底也找到相关的资料，希望相关单位未来会使伫保存牌楼的前提之下，来研究交通改善的方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